呆呆童书，我的家。小狗阿光的家。嗨，我是阿光，我的家里一共有6个人，妹妹、爸爸、哥哥。我最喜欢我的家人了。把卡片拿给家人看，说说故事吧。有礼貌地说：早安，早安。我要帮妈妈做家事。地板一下子就变得亮晶晶。全家人一起吃妈妈做的晚餐，大家一起说：谢谢妈妈。